刚才啊，我看到皇上眼里含着泪水。说老实话，我这心里也难受啊。嗨，敖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啊？这关键时刻心不能软，心软会铸成大错。咱们是在为皇上尽忠，为大清尽力呀。对呀，郑王爷和索大人说的对呀，关键时刻，咱们议政会议要团结一致，绝不能眼看着皇上犯错，将大清的江山带入危险的境地呀。臣妾参见皇上，皇上万福金安。众爱妃都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今日传你们来，是有个旨意要宣布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来宣读朕的诏书吧。这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奴才恳请万岁爷先跟太后娘娘通个气再说吧。朕亲手递给你的诏书，让你宣诏，看把你紧张的。难不成你想抗旨啊？奴才不敢。宣。这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查后宫妃位情形，决定册封德妃果真为兰贵妃，居景阳宫。臣妾叩谢皇上。叩谢皇上恩赐。册封你为兰贵妃，朕是跟皇后商议过的，皇后也是欣然同意的，因此你也应该叩谢皇后。是。臣妾多谢皇后娘娘恩泽。兰贵妃，快请起吧。谢娘娘。皇上恩册果真为兰贵妃，臣妾们也为果真高兴。只是这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，刘公公方才为何如此紧张啊？那是因为刘光才，他还没有念完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继续。这德妃果真册封兰贵妃，德妃之位空出，朕决定册封董鄂氏为德妃，居钟粹宫，亲子。这件事，朕没同任何人商议过，因此众爱妃可能会觉得有些突然。皇后也觉得很突然吧？皇上，臣妾真是为董姐姐高兴。董姐姐终于有了名分，可以住进宫里了。回皇上的话，这事情实在是有些突然。臣妾心想，皇额娘应该尚不知此事，所以有些惊慌。但是皇上册封董鄂氏一事，臣妾绝无异议。皇上，臣妾同德妃一样，真心为董鄂氏高兴。好啊，朕知道，今天啊，只有果真和童家氏是真正赞同朕的旨意的。
不过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好了，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现在就去禀报皇后娘还有议政会议那帮大臣们。哦，对了，最好先去告诉议政大臣，让他们先炸了锅吧。这……各位王爷，我说什么来着？皇上他是铁了心要一意孤行啊！皇上这么做，那是会毁了我大清王朝的。是啊，简亲王虽然还年轻，但他看问题还是很准的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皇上为何强立董小宛为妃啊？敖大人，您现在终于清醒明白了吧？皇上，他压根儿就没把我们议政会议放在眼里。皇上这是在公然的藐视、践踏我们议政会议的权威。郑王爷，我议政会议应派人觐见太后娘娘，和太后娘娘一起商议如何应付皇上弄出的这个局面。好的，敖大人和索大人是德高望重的老臣，本王提议，本王先与敖大人和索大人代表议政会议去向太后娘娘请懿旨。太后娘娘，万岁爷是下了决心的，议政会议前就写好了亲笔诏书。议政会议时，万岁爷没有让奴才进去，传召皇后娘娘及众妃娘娘时也没说什么事。奴才万万没有想到啊！别说了，奴才罪该万死。终于做出来了，皇帝终于做出了最可怕、最危险的事。皇帝真是敢作敢为，真敢置天下，置社稷于不顾。姑姑，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姑姑，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。皇上他为什么要如此冲动啊？为什么非要为了小婉的事搞得宫中大乱，凶险万端呢？董主子，皇上马上就过来了，您一定要冷静啊！英格尔，你叫我如何冷静？皇上，这是将自己架在了火炉上，放进了油锅里啊！请坐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臣刚才听刘公公说，太后娘娘急得心口疼，臣等好生担心呐。太后娘娘用过药了吗？已经服过药了，只是胸口发疼发闷，老毛病，好多年没犯过了。太后娘娘，您一定要放宽心呐，事情总会妥善解决的。皇帝将事情做出来，哀家和你们一样着急。议政会议是什么意见？太后娘娘，议政会议一致认为，皇上必须尽快地收回旨意，废除董小宛的妃位。哀家和你想法一样，皇帝的做法真是太突然、太意外了。太后，皇上心意十分坚决。近日议政会议上，洪承畴称病未来，皇上同臣等提出了侧妃的想法。议政大臣跟皇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，皇上表示不再考虑此事了。谁知这是个烟雾啊！这个过程，哀家尚且不知。哀家已经派人传洪承畴进宫，哀家想了解一些情况，再跟皇帝深谈，问清楚他到底想做什么。这样吧，晚上请3位王爷再来慈宁宫，咱们好好谈谈，如何化解
眼前的局面。太后娘娘，大清的危局又要靠太后娘娘引导掌舵了。全凭太后娘娘做主。皇上驾到！给皇上请安。起来。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婉好好的，不需要任何名分。朕必须要这么做，必须要这么做。只可惜朕现在还不能册封你为皇后。小婉是真心不要什么名分，皇上为什么非要为小婉的事搞得宫中大乱呢？因为你是朕最爱的女人，朕不能让你一辈子无名无分的待在南苑。小婉，朕宣布旨意之后，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。皇上还感觉轻松？皇上有时候真像个大孩子，自己现在有多危险你都不知道。小婉，你这么理解皇公子，那你便错了。你可以不要名分，但朕得要这个名分。如果朕不能击败阻力，给你名分，那朕如何当这个皇帝啊？那朕这个皇帝不就是空有其名的假皇帝吗？皇上跟小婉过来。洪承畴，你是皇帝最信任的人，皇帝下旨册妃之前，一定同你商议过吧？洪师傅，若太后问起你是否知情，你一定要顶住压力，死不承认，绝不能承认，否则你将获大罪，朕也保不住你。回太后娘娘，皇上并未同老臣商议过此事。老臣知道这个消息时，惊恐万分。没和你商议过，那为何你会称病，没参加今天的议政会议？你该是没病吧？若不是皇帝让你称病，你敢不参加议政会议吗？太后娘娘圣明，让臣称病不参加议政会议，的确是皇上的意思。但皇上是让英格尔吩咐老臣这样做的，其中原因臣真的不知，因此没敢贸然禀报太后。洪承畴，若哀家查明你没说实话，你这颗人头一定保不住。若老臣欺瞒太后，臣愿将人头奉上。皇帝决心如此之大，没和你说也在情理之中。皇上，你糊涂啊！如今宫中形势何等严峻，小婉听英格尔说，议政大臣在用两黄旗引威逼皇上。皇上为什么不听小婉的劝呢？这件事情，朕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的决定。这其中的道理，朕往后慢慢再跟你解释。小婉不想等往后，小婉现在就跟皇上一起去慈宁宫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小婉要皇上收回成命，小婉不要名分。皇上也千万不要因为小婉的事，跟太后娘娘和议政大臣起任何的冲突。这件事情会如何发展，朕会有一个全盘的考虑。你就安心看戏好吗？你说你现在要去给皇后娘请安，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朕不会让你去的。那好吧，小婉不去。可太后娘娘这会儿肯定急坏了，皇上赶快过去给太后娘娘好好请个安，认个错赔个罪吧。不急，现在皇后娘已经传了洪承畴进宫，等皇后娘跟他谈完了，自然会派人叫朕过去。洪承畴，你最了解皇帝，
那你替哀家分析一下，就算皇帝铁了心想册封他所爱的女人，为何不等到亲掌两黄旗之后再下旨？这里面的利害轻重，哀家是重重敲打过他的，他为何如此心急火燎，不听警示？回太后娘娘，臣在来的路上也在思索其中的缘由。臣得出的结论是，皇上这是坦诚，不想欺骗太后，不想欺骗议政会议，更凸显皇上的君王气度。皇上不想等到旗印到手，手握重兵，再去册封董鄂氏。德妃，德妃啊，德妃，你就要迁到钟粹宫居住了，还不赶紧去准备准备？皇上不要这样叫我，听着怪别扭的。你现在本来就是德妃嘛，没关系，多叫几次，你听着就习惯了。小婉，啊，德妃，以后朕这么叫你，你必须要答应，要不然你就是抗旨。小婉同皇上说正经的吧。小婉觉得，小婉还是不能接受这名分的。迁居的事，皇上别提了。小婉，我的德妃，朕的圣旨，你难道要抗旨不遵吗？皇上封妃的事，已经激怒了太后娘娘和议政大臣。皇上如不收回成命，大清皇宫必定大乱。这件事，皇上要听小婉的话。太后娘娘，董小宛立妃之事只是导火线。皇上之所以同议政大臣冲突，与三法有极大的关系。如果三法让王公重臣们可随意圈地，可随意豢养大量家奴，甚至随意的买卖、杀害家奴，那太后娘娘，三法不废，议政会议不废，皇上将无所作为呀。如果是那样，大清将难以进一步的强大昌盛，其中的利弊，请太后三思。洪承畴，你终于把你最想说的话说出来了。皇帝的想法，就是你的想法；皇帝的想法，甚至受你的影响。凭你这些话，你的脑袋就已经很不稳当了。你若不劝阻皇帝放弃这些危险的想法，你这颗人头，皇帝都保不住。明白吗？臣明白，但有一点，太后是错了。如今的皇上，他的远见卓识、宏伟抱负，早已大大的超越了老臣。皇上是天纵英明，而太后的威望正如日中天。如果太后能助皇上一臂之力，那么皇上必将成为我大清的一代明君，可以将我大清……糊涂！让皇帝能够乾纲独断，成为伟大的君王，那也是哀家的愿望和目标。但皇帝想做的事极其危险。董小宛的事，他已经不听劝告做出来了。若皇帝继续与议政会议对立下去，大清江山势必形成危局。皇帝极有可能被废，哀家也有可能走入绝境。洪承畴，你真想看到这种局面吗？太后圣明，老臣认为，皇上想做的事，
是正确的，是必须的。老臣决意不计后果，不要性命视为皇上赴汤蹈火。洪承畴，你骨头真硬啊！你真糊涂。你们可以不计后果，但哀家必须计后果。这进退一步，都关系着整个大清江山的命运。万岁爷，太后娘娘请万岁爷去慈宁宫议事。怎么样啊？皇上见了太后娘娘，一定要好好解释解释，千万不要发脾气，不要动怒啊！朕知道了。皇后娘，既然洪师傅冒着死罪向您说了儿子所思所想，那儿子就不必再和您解释倾诉了。儿子知道，儿子没有跟皇后娘商议，就擅自封妃，实属无奈。儿子惹得皇后娘犯下了心口疼，儿子甚感歉疚。你还知道歉疚，说明你还有点孝心，也就说明事情还有转机。儿子并不是只有一点孝心，儿子对皇后娘十分孝敬、尊重。那额娘要你废黜董小宛的德妃位。皇后娘娘给了臣妾贵妃之位，臣妾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。妹妹快起来，谢皇后娘娘。妹妹继为兰贵妃，那是皇上的恩泽。当然了，姐姐也是尽力成全。妹妹有所不知，为了妹妹的事，姐姐还专门同皇上一起去了慈宁宫，一起说服了皇额娘。皇上和皇后娘娘扶持臣妾，臣妾真是万分感激。可是臣妾没有想到，皇额娘居然也会同意让臣妾做兰贵妃。臣妾亲近董小宛，皇额娘她可是严厉的训斥过臣妾。皇额娘现在是如何想的呢？妹妹，姐姐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在这后宫最大的优势就是你的单纯和善良，皇额娘是不会与你这样的人认真计较的。再说了，既然是要封一位贵妃，那你比那什么淑妃呀、贤妃呀更加让人放心的多。对，这个皇后娘娘曾经也给臣妾讲解过，臣妾对事不上心，都快忘了娘娘的教诲了。不过，本宫是真的没想到，皇上行事竟如此迅速，董小宛很快有了名分。娘娘曾经和臣妾说过，这董小宛总有一天会进后宫的。娘娘真是颇有远见呢。你怎么老是臣妾的？姐姐不是说过吗？这无人之时，我们还是姐妹相称。妹妹啊，你先坐。多谢姐姐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自从姐姐当了皇后，姐姐是越发的威仪万千了。
所以妹妹呀，都不敢再叫姐姐了呢。妹妹，你要记住姐姐的话。从现在开始，这董小宛要跟我们争宠了，所以打今儿起，她的一举一动，你都要仔细的留意，要及时向我禀报，明白吗？妹妹领旨。皇上真是走火入魔了，居然让董小宛公然登堂入室。拿起，今晚你与简亲王见面时，你务必告诉他，前朝后宫必须要联合起来对付皇上了。那齐明白，那齐会将娘娘的话一字不差地转述给简亲王。拿起，你不必担心帮本宫和简亲王之间传话会有什么问题，你不必紧张。那齐不是担心这个，那齐早已是王爷的人了，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那齐担心的是，董小宛进入后宫，也许后宫和朝廷的斗争将会陡然升级，更加激烈。简亲王才不怕激烈呢，没准儿他还盼着更激烈一些呢。那齐，本宫告诉你吧，本宫堂兄简亲王从小就抱负远大，敢作敢为，只要你跟着他，将来定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可我们的事，他又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我每次与他见面都十分谨慎。你放心，简亲王可不是一个对女人随便的人，何况你哥哥又是他最信任的人。倘若他不是真心喜欢你，他怎么会对你如此的上心呢？王爷对我的确很好，他对我说过，迟早有一天，他会给我个正式的名分，让我做他的第一侧福晋。瞧，有这句话在，你不就有盼头了吗？简亲王的福晋是个厉害的角儿，倘若他看见你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，一定会醋意大发。所以，简亲王在这件事情上还要从长计议，有所筹划。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朝中斗得紧张激烈，简亲王在议政会议又是一马当先。拿起，在这个情况下，你一定要以大局为重，千万不要给简亲王平添任何的压力。谢娘娘点拨，拿起定不会给王爷添加任何压力。王爷，待会儿武士们在山庄比武，您可蒙面观看。本王知道了。王爷，看他们身手如何？这是本王见到的最厉害的武士，用他们来对付英格尔的皇家侍卫，可以以一敌一。赵王爷指令，这20个忠勇的武士，有一半是汉人。这10个汉人是属下精心挑选并训练的，1.2不逊于我满蒙武士。汉人武士对本王成就大业有独特的作用，比如解决洪承畴，便可以让他们出手。王爷，要杀洪承畴？这个本王下来再跟你交代。儿子说了这么多，皇娘还是不支持儿子的主张。皇娘，只要你肯支持儿子，我们可以说服议政大臣，儿子还有胜算呢。糊涂！我看你还没认清形势。册封德妃的成命不收，你就不能亲掌两黄旗，你就不能控制整个局面。皇帝若为一个女人同议政会议斗下去，那最后的结果就只是废帝。皇帝，你不是有满腹的宏图大业吗？你告诉我，如果你没有地位，你如何实现你的宏图大业？那起，你今天还得给简亲王带个话，废除董小宛的妃位，是我们前朝后宫共同的目标。后宫这边，本宫会联合众妃
让那董小宛没有立足之地。前朝那边，倘若简亲王有什么秘密行动，一定要千万小心，绝对不可以留下任何的后患和线索。秘密行动？王爷会有何秘密行动？简亲王会有什么秘密行动，如今本宫也不知道。本宫只知道，以简亲王的智慧和魄力，他绝不会跟着议政会议几位老臣的固定路子走。简亲王会有他自己的招数的。本宫就是担心他的招数太猛，太险。来呀，起来！大月，王爷，这个蒙古武士武功很高吗？他在里面算中上等，但自视甚高，总有些轻慢对手，尤其是对汉人武士看不上眼。停！这位武士，在下想跟你比试比试。你是谁啊？这是我一位朋友，喜好武术，因此过来观看。将军，您的这位朋友为何戴着面罩？在下脸上有伤，样子比较难看，怕吓着你们。这位朋友真风趣，怎么比？不怕我在你脸上再添新伤？在下想跟你过生死招，你敢吗？王先生，玩玩即可，何必要？将军勿虑，若是在下身手不济，死而无憾，就当训练了你这位武士；若是你的这位武士死了，就当在下帮你去掉一个不称职的武士。将军，你这位朋友自己找死，要是在下杀了他，将军不要怪罪于我。放心，你们将军肯定不会怪罪于你。来吧，请。皇娘，儿子一直认为您对儿子的爱是无边的。儿子一直认为，等到了关键时刻，您会和儿子站在一边，您会帮助儿子迈过种种险阻。看来儿子是错了。皇娘，儿子一再向您说明，儿子要封小婉为妃，绝不仅因为儿子的儿女私情，而是想通过他证明，儿子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清皇帝，他是试金石。不错，这是试金石，但它不是皇帝是否可以乾纲独断的试金石，而是皇帝对如何保住大清江山有清醒认识的试金石。皇帝答应过额娘，不会给董小宛任何名分，皇帝怎可失言失信？君无戏言，皇帝怎能出尔反尔？是，皇娘训的对，儿子失信失言了，儿子让皇娘失望。儿子是大清皇帝，难道连立妃位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如果皇娘和议政会议非要逼朕废小婉的妃位，那儿子便不再是皇帝。爱新觉罗福临将带着董小宛一起出宫，到民间做一对柴米夫妻。皇帝竟然想跟董小宛出宫，不要这个皇位了。皇帝为了一个汉人女子，竟然不要帝位，也不要额娘了。
儿子从来没有说过不要皇额娘，儿子只是希望皇额娘能够理解儿子对小婉的爱，对小婉的情。姐姐要不弹弹琴吧？自从姐姐进了宫以后，都很少弹琴了。姐姐现在没心情弹琴。姐姐，弹一曲吧，就当给扣扣弹弹，好不好？走吧，走啊！哎呀，好吧，走吧。姐姐不弹了，姐姐现在没心思弹琴，姐姐的心很乱。皇帝，额娘怎么不能理解体谅你和董小婉的感情？正因为额娘知道你与董小婉是难得的真爱，额娘才一让再让。让董小婉安安稳稳地住在南院，甚至将玄武门前的恭敬铁牌也移走了。你为何非要越过这最后的底线？为何非要将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？你为何呀，福临？为何？儿子已经对皇额娘说过很多次了，皇额娘何必再逼问呢？皇帝的意思是，你这个德妃董鄂氏，是立定了绝不退让。你还打算同他生一群非满非汉的阿哥格格？好，皇帝你还不明白吗？额娘同议政会议，满洲8旗，蒙古49旗，是绝不会让这件事发生的。儿子很清楚很明白，儿子要封董小婉为妃，而您跟议政会议拒绝董小婉为妃，永远是一对矛盾，所以儿子只有带她出宫去。福临，你太伤额娘的心了。你这个皇帝就不能受一点委屈？你这个皇帝就不能做出一点牺牲吗？你知道额娘为了让你登上帝位，做了多少事，又做了多少牺牲？你竟然是这样回报额娘的？难道你对额娘就没有一点点情意吗？额娘在你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位置？您在儿子心目中是最重要的，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。儿子想在您面前做好，做得让您满意，可儿子现在没有办法让您满意。儿子现在心里也是痛苦之极。不，你最爱的是董小婉，那个女人夺去了你全部感情，因此你才同额娘对立，你伤透额娘的心了。皇娘，在儿子心目中，您真的是最重要的。可儿子对皇额娘和小婉的感情是不同的。福临，额娘究竟为你做了多少事，你并不知道。你起来吧，这件事如何处置，我们再慢慢谈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议政会议已经表明立场，若皇帝不肯废掉董鄂氏，他们绝不交出旗印。皇帝想用什么方法让议政会议交出旗印呢？在这件事情上，洪承畴帮不了你。
皇额娘，儿子想将希望放在鳌拜身上。鳌拜与另外几位议政大臣不同，他是武将出身，是靠着赫赫战功破格封王的。这与郑亲王他们本来就是旗主重臣不同。再说，皇额娘救过鳌拜的命，鳌拜最忠君，鳌拜平日里对皇额娘更是忠心无比，所以我们只要说服鳌拜同意交印，这样的话，其他议政大臣只好妥协。皇帝想的有道理，可太过于乐观。刚才鳌拜对额娘的态度虽然十分恭敬，但也是明确坚定。况且鳌拜跟郑亲王在很多事情上利益是一致的，要说服鳌拜恐怕是万难。皇额娘，儿子认为，是否能避免这致命的凶险？不会册封董小宛为皇后，也永远不会册封董小宛为皇贵妃。好，儿子答应皇额娘。还有一件事更加重要，那就是皇帝绝对不能和董小宛生孩子。这件事情，儿子之前已经答应过皇额娘，皇额娘你就放心吧。王先生，王先生，他已经认输了，得到了教训，就放了他吧。训练一个武士，殊为不易呀。你们都听着，我是你们的主人，我花重金培训你们，是要让你们每个人都成为无敌的武士。想成为无敌的武士，必须要有高强的武功和剑术，必须要知己知彼，战无不胜。这个武士，他狂妄自大，盲目轻敌，他的死是必然的。这个人不是武士中的高手，而是武士中的失败者。我杀了这个人，是要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真正的高手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金太医，朕问你件事。朕今日册封了董小宛为德妃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臣回皇上的话，这事儿臣已有耳闻。臣恭贺金太医，坐下说。臣不敢。金太医，朕当年是你接生的，朕和皇太后也是你给看的病。现在你年纪大了，朕许你坐下说话。臣谢过皇上。皇上，为何要问臣是否知道封妃之事啊？朕问你的不是这个事，朕要问的是你给德妃用药避孕之事。皇上，臣是疯了。瞧把你紧张的。行，你就站着说吧。朕知道，你是奉了太后娘娘的旨意，给德妃用的药。朕不也是一直在用你的药吗？这事朕不会对你有丝毫的责问，你可以放心。臣谢皇上天恩。臣的药对皇上和董主子，对德妃娘娘不会伤及身子。朕问你的不是这个，朕要知道的是，你给德妃用的药是让她完全不能生育，还是留有余地？臣回皇上的话，太后娘娘旨意不能伤了德妃娘娘的身子，所以臣的药力比较徐缓，但也能确保德妃娘娘不会怀孕。但是，这药若持续用上1年以上，德妃娘娘想再怀孕，
是很难了。你是说德妃停止用药，朕也停止用药，德妃也很难怀上孩子了？是这样，是这样。金太医，朕来问你，你要如实回答朕的问题：是否有办法让德妃重新怀上孩子？这个，你照实跟朕说。皇上，臣有秘药，可以慢慢化解如今所用之药的药力。朕明白了。金太医，今日朕和你的谈话不可以跟任何人提起，包括皇额娘，否则朕便治你的罪。眼下该用的药你照用，太后那里你没有任何失职，明白吗？臣明白。退下吧。小婉，朕与皇额娘这番深谈，令朕震撼，也知晓了局势的凶险。朕三思之后，决定同意皇额娘的条件。皇额娘的处理如此有智慧，真是皇上的福气。皇上同意了皇额娘的条件，小婉这是打心眼里高兴。小婉最担心的就是皇上与皇额娘闹宁死掐。真是那样的话，这整件事就毫无转圜的余地了。宁静致远，隐忍负重。董姑娘对皇公子的一席话，那可是如余音绕梁，皇公子从来不曾忘记。了不起！惊涛裂岸，黑云压城之时，皇公子还有心情说笑。小婉呐，真是服了。等着瞧吧，等有朝一日，朕解散了议政会议，这纸约书便是一张废纸。待朕乾纲独断，文治武功，彰照天下之时，朕将重立新后。朕真正的皇后，只能是小婉，只能是朕挚爱的董小婉。朕与小婉，还将生下满汉合璧的阿哥、格格。你看看，有了皇帝的约书，议政会议应该放心了吧？有皇上这份约书，老臣们就放心了。老臣代表议政会议向太后娘娘鞠躬致敬。太后娘娘又一次化解了朝廷的危局啊！是太后娘娘圣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坐吧，坐。啊。这件事是哀家应该做的，也是必须做的。
说实话，皇帝这份约书来得不易。哀家同皇帝这番谈话进行得十分艰难。太后娘娘，臣深知这份约书来之不易啊。臣看到了皇上的亲笔约书，感动至极啊。臣心里明白，皇上是在太后娘娘的苦心劝说下，为了大清的安宁，才做出了牺牲啊。敖大人，太后娘娘已经将危机化解了，这是我大清的福分呐。太后娘娘，这份皇上的约书还是放在慈宁宫吧。啊，不，皇帝的约书是对议政会议庄严的承诺，理应由议政大臣保管。若是皇帝做出任何违约之事，议政大臣就可以拿出来行使你们的权利。啊，郑王爷是议政会议的首席，这份约书还是放在郑王爷那里吧。哎，不，对，郑王爷放你那儿最好。哎，不，约书啊，还是放在太后娘娘这里吧。郑王爷，别客气，这是大事，得照规矩来。那老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太后娘娘，老臣手拿着皇上的这份约书，感觉真是责任如山呐。老臣相信，这是皇上唯一一份写给议政会议的约书。这种事情，往后永远不会再发生。不错，这件事不会再发生了，也不可能再发生了。是啊。婉儿啊，今日朕不歇南院，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可以退下来。皇上别赶奴婢，时辰尚早，奴婢哪敢入睡？奴婢也想听听娘娘的仙音仙曲。皇上，这婉儿在南院也尽心尽力，今日皇上高兴，不如就让婉儿留下来，咱们一起乐呵乐呵吧。好啊，既然德妃想让你留下来，那你就留下来吧。奴婢谢过皇上，奴婢谢过娘娘。快起来吧。是，姐姐进宫以后便没有正经唱过曲子，今天姐姐册封为妃，我们应该唱曲祝贺呀。这夜深人静的，姐姐怎么敢放声高歌呢？要不是皇上想听曲儿，姐姐可是连唱都不敢唱。皇上今天怎么突然想听曲儿了？今日朕的心情啊，跟扣扣一样。朕好不容易才给了你一个名分，今天必须要好好庆贺一下。小婉，从今日起，你在宫里就可以自由了。你想出南院去走走就去走走，你想在南院唱曲儿就唱曲儿，没人再敢说你什么。是。那臣妾在此谢过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那且这里坐。谢王爷。本王的这个灵珠妹妹真是颇为聪慧啊，了解本王，她竟然猜到本王会有秘密的行动计划。此事连我阿玛都不知道，她能猜得出来，了不得。王爷果真有秘密行动，那王爷是何计划？能否告诉那奇？那奇啊，这些事情呢，都是我们男人的事，你不用知道那么多，啊？王爷不告诉我，可有人会告诉我的，是吧，哥？那奇啊，若王爷不告诉你啊，哥哥也不敢告诉你一个字。
一时，后宫佳丽3000人，3000宠爱在一身。立功高处如轻云，仙乐风飘处初闻。换个马舞临丝竹，今日君王看不足。行宫见月上仙色，夜雨万里长断声。天旋地转回龙日，到此踌躇不能止。在天愿作明亮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天长地久有生机，四海绵绵无绝期。在天愿作明亮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天长地久有生机，四海绵绵无绝期。四海绵绵无绝期。皇额娘，德妃已遵照您的旨意迁入了钟粹宫，但是没有您的旨意，她还不敢过来给您请安，所以儿子就先过来向皇额娘致谢。既已封妃，便该住进后宫了。皇帝谢什么呢？儿子谢皇额娘为儿子做的一切，儿子也深知您对儿子的一番苦心。既然皇帝知道额娘的一片苦心，额娘有一些话想告诉皇帝。皇额娘，请说。董小宛从一个汉人歌女成了如今的德妃，但这个德妃是皇帝强行册封的，并没有得到额娘和后宫众妃的认可，因此德妃要用一段时间学习如何与众妃和睦相处。皇娘说的没错，德妃还需要皇额娘您悉心调教。德妃刚进后宫，还有很多的规矩都不懂，还需要好好的学习。是这个理，名分上董鄂氏是德妃，但上面还有皇后、皇贵妃、贵妃。其实最上面至高无上，德妃必须要万分尊重孝敬的。只有皇额娘您呢？皇帝这话不全对，后宫的诸多规矩需遵守。德妃要面对的是后宫众妃，必须懂得尊卑礼仪，不只是尊重额娘一个。是，儿子说错话了，儿子是想讨皇额娘一个好。会很惨很惨的。现在妹妹随我去趟咸福宫，见见索尔纳。姐姐要去咸福宫见静妃，姐姐不怕静妃把我们刻薄一顿，再给轰出来？哼，这索尔纳脾气虽大，可是面对共同的强敌，他是会知道分寸的。
走吧。娘娘，皇贵妃娘娘和贤妃娘娘来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这灵珠来这儿做什么？她呀，这是来自讨没趣的。坐着吧。这里是本宫的咸福宫，你不必行礼问候。不行礼问候也就罢了，客人来了，不请坐吗？哼，客人，我何时请过二位来咸福宫啊？我没让你们吃闭门羹，已经是够给你们面子了。有什么话快说吧，说完了门在那边，请自行滚掉。本娘娘不送。你，皇贵妃娘娘，咱们还是走吧。我看这咸福宫啊，就不是个人待的地儿。妹妹别着急，本宫话还没说呢，怎么也得等本宫说完了再走啊。皇贵妃有什么话便说吧，本宫一会儿还有事，别耽误太久。哎，姐姐，妹妹是来向你道歉的。你称本宫姐姐，还道歉，还自称妹妹。哼，这今儿太阳是打哪边出来的呀？这太阳还是从老地方出来的，只是那董小宛已经升为德妃，迁进了钟粹宫。倘若事情再照这么发展下去，那所有的宫房，除了钟粹宫以外，都会变成冷宫。大敌当前，妹妹愿向姐姐道歉，冰释前嫌，一致对外。姐姐，皇贵妃娘娘说的对呀。如今大敌当前，我们得冰释前嫌，一致对敌。好吧，那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对付这个董小宛吧。里面请。事情重大，臣妾们希望皇后娘娘带领我们去见皇额娘，将我们对董小宛的想法禀报皇额娘。皇额娘要想见我们，自然会传旨过来的。可现在皇额娘并没有旨意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皇额娘了吧。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说是打扰呢？董小宛现在已经与我们同居后宫了，我们该如何同这个汉女妃子相处？臣妾认为十分有必要听听皇额娘的旨意。皇后娘娘，本宫也有句话。从前，索尔纳可说是与皇贵妃势不两立，水火不容，可皇贵妃竟能说服本宫一起来见皇后娘娘。本宫自己都不敢相信，竟能与皇贵妃言归于好。为何？皇贵妃一句话说服了本宫。她说，任由此事这样发展下去，恐怕这日后，除了董小宛所住的钟粹宫以外，其他各宫都要变成冷宫了。皇贵妃和静妃的话，本宫认为大有道理。这皇上突然立董小宛为妃，本宫也是颇感震惊。但皇上刚刚册立本宫为皇后，总不能这么快就违逆圣意呀。
还盼各位妃嫔能理解本宫的难处。臣妾十分理解皇后娘娘的难处。这德妃毕竟是皇上圣旨册立的，咱们为妃的也是不好说什么的呀。臣妾知道皇后娘娘想躲清静，可有些事情躲是躲不了的，躲来躲去，没准反而看着麻烦越来越大，清静不了。皇贵妃和众妃说服了本宫，事情重大，我们应该去一趟慈宁宫，听听皇额娘的旨意。本宫还要再对兰贵妃和荣贵妃说一句话。这个董小宛既然已经封妃进入后宫，就和无名无分待在南院有了极大区别。两位贵妃应以皇额娘的旨意为准，不可再与她过从甚密。好，臣妾真心为皇后娘娘的这句话叫好。臣妾给皇额娘请安，皇额娘万福金安。坐吧。谢谢皇额娘。这么整齐来看哀家，这是谁的主意？谁带的头？要说请安，也不是规定的时辰呐。回皇额娘，臣妾本不想来，是他们到坤宁宫请求臣妾，说定要来同皇额娘说说话。是德妃的事吧？那是哪个的主意？怎么没人承认？皇额娘，来慈宁宫是臣妾起义带的头。这2日，臣妾们一直都在为董小宛封妃一事感到寝食难安，颇多不解之处。这德妃不要同臣妾们一同侍奉照顾皇上、皇额娘过日子了。可是这德妃身份特殊，我们该如何与她相处？臣妾认为颇有必要听听皇额娘的意志。既然皇后告诫过了，那么额娘就不再重复说这些话了。那2位贵妃是如何回应皇后告诫的？皇额娘，董小宛进入后宫，与在南院性质不同，臣妾会注意与董小宛保持距离的。兰贵妃为何不说话？皇额娘，臣妾能升为贵妃，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。臣妾叩谢皇额娘天恩。好，你已经谢过恩了。如今回答额娘的问题，你还会同董小宛认姐妹吗？臣妾不敢。臣妾与德妃会保持距离的。这个距离定要分明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坐吧。谢皇额娘。
皇上没个正形。小婉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正式开始后宫的生活了。是啊。朕呢，最近忙于朝政，没有多少时间过来看你。与皇额娘和众妃相处的诸多事情，朕希望你能够妥善自理。皇上您放心处理朝政吧，这后宫的事，小婉会妥善自理的。哦，对了，明日皇额娘啊，要召集你们众嫔妃到慈宁宫的后花园品茶赏花，你要准备一下。小婉也要去吗？当然。天哪，小婉可得要好好准备一下才行。皇额娘，臣妾们是担心，若我们无意之中与董小宛起了什么纠纷冲突，这董小宛一定会向皇上进言。皇上偏宠董小宛吗？臣妾们一定会受到责罚。这件事，皇帝已经向哀家保证过，德妃与众妃相处之事，他绝不过问。如果真有了什么冲突纠纷，哀家自有公道。若是德妃之过，不仅哀家，皇后、皇贵妃也有权责罚犯过之人。有了皇额娘的旨意，臣妾们便知应该如何做了。静妃一直没有开口说话，情绪似乎不太高啊。皇额娘，臣妾经此次变故之后，一直在思过悔过。皇额娘和皇上特地给臣妾赐封静妃，臣妾深知皇额娘和皇上对臣妾的良苦用心，这是有意让臣妾磨练自己的沉静之气。臣妾并不是情绪不高，还望皇额娘见谅。好，你能明白皇帝和额娘的苦心，有意修炼沉静之气，很好，额娘甚感欣慰。臣妾谢过皇额娘。姐姐这衣服真好看，是吗？扣扣，你说我明天穿这身衣服去拜见皇额娘，怎么样？姐姐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只是姐姐能穿的衣服啊，实在是太少了。这后宫嫔妃的衣服全凭皇上和皇额娘赏赐，都是依据名分和地位来定的。皇上倒想赐姐姐一些新衣，可都被姐姐拦住了，有这2-3件足够了。本来姐姐在后宫就恩宠过多，倘若姐姐再不知深浅，就不知又会给皇上平添多少麻烦。这件衣服还是当初我们刚入宫时，皇上吩咐制衣局为我赶制出来的。姐姐，要不我们再试试这件？好啊。扣扣，你看这件怎么样？姐姐穿这件衣服啊最好看，明天姐姐就穿这件衣服去慈宁宫请安，到时候啊，一定让那些妃嫔们都妒忌死呢。那便不能穿这件了。啊？这为什么呀？姐姐的穿着以得体为宜，不能招那些妃嫔们妒忌，否则的话，以后更难在宫中立足。
算了，还是穿回之前那件吧。还是那奇刚送进来的这身衣服最漂亮，最精美。妹妹，你觉得呢？姐姐，你穿哪件都好看，不过这件更为精致，更有一番韵味。姐姐今日如此精心打扮，是想明日去慈宁宫压住那德妃吧？德妃是必须要压住的，她那几身衣裳怎能与本宫比？不过呢，德妃只是原因之一。明日皇后娘娘也一定会凤装华服，尽显她的雍容高贵。本娘娘这份精心装扮，是要将她的风头也一并压下去。